上次條片就同大家睇咗柏傲莊嘅1房至到3房去做參考啦，咁同埋講咗關於呢個樓盤嘅貨尾一啲嘅消息啦。新世界啦嗰邊真係話買啦，咁就會喺今個月嘅21號啦，亦都即係今個星期六已經開始安排睇樓啦。咁第一日其實就已經 full 晒 booking 咁滯，大家想 walk in 去睇其實就冇可能嘅啦。咁當然大家都可以揾自己相熟嘅 agent 試下啦，或者揾我，其實可能都有機會帶到你上去嘅。不過如果大家可能考慮分層嘅單位，其實就冇乜必要去睇嘅，因為佢同我上次嗰條片嘅樣其實冇乜太大分別，因為分層其實都係嗰啲樓底、嗰啲裝修、嗰啲家私，咁有唔同嘅地方，其實都係啲景觀啊、層數啊，或者係坐向啊，會有少少分別咯。咁你話戶型嗰啲其實就我嗰度都齊晒咁滯噶啦，可能有1-2間奇怪少少，可能你哋想望一望。咁但係發展商全新一定好睇過我拍出嚟嗰幾間添啦。咁其實今次呢個樓盤，大家可能諗嘅位置係佢嘅價錢抵唔抵買啦？因為樣其實大家都係嗰個樣嘅啦，咁坐向嗰啲大家我都大概講晒，大家都望晒咁滯啦。反而係佢個價錢係點樣樣啦？咁佢個價錢而家就暫時都未開嘅。咁一來新世界我估佢就冇咁快開啦。一來佢今星期仲要搞埋黃竹坑上蓋嘅奧神啦，咁佢會賣埋嗰一輪，可能先有時間去做呢個記招啊。咁我預佢可能價錢都冇咁快開，預佢會比當初可能平少少啦，19,000蚊尺左右啦，唔會去到特別平，因為始終啲貨真係唔多，同埋個客量呢個樓盤嘅向隅客都比較多少少，因為我手頭上其實都已經有4台客去諗住買呢個柏傲莊嘅，有一台想買特色單位啦，咁有部分嘅人想買2房，有一位想買1房嘅，其實呢個樓盤嘅客量已經有好多啦，因為好多人都係之前開盤、之前收樓嘅時候過嚟睇，睇完嘅時候就話，二手可能唔想買，有人住過唔太中意，咁知道有一手嘅時候，好多客人唔急，可能諗住投資啊，或者去收租啊，或者自住都好啊，咁佢哋唔急的話，咁佢想等埋啲一手嘅貨尾，咁就等到而家咯。咁呢個樓盤嘅向隅客真係好多嘅，咁暫時 total 就有63間嘅分層單位，同埋10間嘅天台招標嘅特色單位啦，咁就連埋個天台嘅。咁喺呢度我就唔放個貨出嚟啦，一來個 PDF 檔同埋啲內容都係我樓上啲高層做嘅，唔方便放出嚟，因為一放出嚟就可能成個世界都有。咁你哋可以問翻自己相熟嘅 agent 啦，咁佢哋可能都會有相關嘅資料噶啦。咁當然如果有興趣嘅，亦都可以問翻我啦。咁今日呢條片主要就係俾大家去睇一睇部分嘅特色單位嘅樣係點樣樣啦。咁佢今次我啱講過啦，佢 total 有63間分層同埋10間嘅天台招標噶嘛。咁我今日睇嘅時候咧，就淨係開咗4間俾我哋睇，咁就分別睇咗 2A 嘅 A 單位啦、2A 嘅 B 單位、5A 嘅 A 單位同埋5B 嘅 A 單位呢4間嘅係啦。咁點解我條片淨係拍到咗3間出嚟咧？就因為有一間係連家私嘅，咁發展商嘅同事就唔肯俾我哋去拍一個連家私嘅單位啦，咁我都好怪冇拍到嘅。咁但係如果大家真係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咁我有片喺手，或者可以安排你哋上去睇都冇問題。咁呢4間嘅特色單位價錢已經喺手噶啦，咁大家有興趣嘅就可以問我拎啦，或者問你哋自己 agent 拎都可以嘅。咁主力就俾大家睇一睇呢個示範單，呢個特色嘅示範單位啦，咁費事大家同人逼。咁同埋喺條片度，大家都可能會見到，其實3期嗰邊已經封咗頂㗎啦。佢而家賣得1、2期，咁有機會3期都可能好快推出啦。到時候就睇佢發展商點樣再安排。咁最尾都不厭其煩咁講多次啦。咁如果大家想追蹤呢個樓盤，或者想知道更加多嘅樓市嘅消息，就歡迎訂閱我啦。喺我能力以內嘅範圍，我都會盡快出片俾大家睇㗎啦。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